我们人生的新纪元。操蛋的人生，下葬吧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而活。干杯！8、2、3。靠情商解决问题的叫牛逼，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叫傻逼、臭娘们儿。你们属于哪一种？我们当然属于牛逼。不过有个人刚才差点成傻逼了。没错。没有我的傻逼，怎么能体现？可真够性感的。齐乐晨是不是写错了？这应该给我的吧？给我。这是我俩前年情人节逛街的时候，我看上的，当时挺喜欢的，但是太贵了，我没舍得买。哎，好，我觉得这个适合你，真好看。这适合我啊？是的。开玩笑，你这爽逼嘛！做爱慕的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谢谢。1880，你1880，你让我买条数学，你知道我在超市能买多少东西吗？哎呀，可风，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尤其是在贴身内衣上。哎呀，我去，再来一圈。想的我都懂，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。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。你妹季乐晨永远祝福你。乐晨有多爱你啊？今天画的这么漂亮，珊珊，快看啊！冬眠的礼物，好漂亮吧？真像。站好了，别动。今天你可是我的模特啊！哎，你看我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，肯定能拿得到英国签证吧？闭嘴！往左转点，脸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妈妈。哎，宝贝儿，妈妈今天突然有重要的安排，就不陪你去面试了。哎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哦，知道了。爸爸，你今天有时间陪我去面签吗？你妈不是说她陪你去吗？我今天一整天的会，去不了。行，那你忙吧。那我陪你去吧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事儿。乐晨 ，I love you 单身是严重专情者的最终下场。
来自你喜欢的微博红人暖小团。2本相册和小熊的首饰盒是给你的，好好选，别等了。王老师注定是一个传奇。有时候我们要对我们深爱的人残忍一点，将对他们的爱搁置。括弧三毛说的，你别整天毛来毛去的，行不行啊？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经典原创啊？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它确实经典。括弧宁可风说的。哇，戚乐晨可真够贴心的啊，给你准备了这么多的大叔大爷们相亲。这些人能当你的爸爸和爷爷了。这一本是金乐成给我妈妈挑的，这本才是乐成给我挑的。哎，雷珊珊，王老师都已经消失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说你对一个前途未卜的人，总是那么念念不忘的，这不纯属于自虐吗？王老师肯定不会消失的，他一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。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托梦了呢。托梦？他能把你托死倒是真的。雷珊珊，就你这条件，这2年还可以找高富帅，再过个2、3年，哇，你只能从这本相册里边找大叔大爷们了。哼，呸！嗯，乐晨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。这个箱子，我们都认识12年了，生活太可怕了。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，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。